榮獲提名最佳音樂劇編舞包括岑志怡、我佛無處經、香港演藝學院。何翠亮、星仔鼓舞大草原、大細路劇團。大草原祝福你！林俊豪、林美美、大狀王重演。西九文化區香港話劇團。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東西見。好，yes。有請我老婆丁丁為我哋揭曉第34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音樂劇編舞得主，好緊張，係大狀王重演林俊豪、林美美，西九文化區香港話劇團。大會先，係好，好，有請兩位，請兩位講講得獎感受，係。慢慢。2秒。原來會好緊張嘅。原來會喊嘅，多謝，得㗎啦，得㗎啦，多謝劇協，多謝評審，多謝所有嘅大狀嘅駐創演員，同埋我要多謝前海幕後嘅工作人員，因為真係好辛苦，好辛苦，但係我知道我哋成條 team 係好有追求嘅一條 team 嚟嘅，多謝。Ivanhoe， 我今朝計過，其實 Ivanhoe 其實喺我喺香港呢段時間佔咗一半嘅。其實我同佢嘅合作，多謝你在心中所有嘢都。我要多謝大狀王嘅 assistant， 我哋有 Kinky、Cherry、Vicky、Astrid， 我哋嘅 warm up 老師 Natalie、Donald。呢幾個人其實係幫助緊我哋去完成咗我哋想要嘅一個健康嘅一個幫演員啊，我唔知點講啦。佢哋係令到啲演員係好安心，可以好好地完成晒所有嘅每一個場次。多謝你哋，我要多謝我身邊每一個朋友。冇你哋，我係完全行唔到呢條路。我覺得呢條路係好漫長，但係仲可以再行落去。我要多謝我嘅屋企人，因為冇佢哋嘅支持，我係完全冇辦法自己一個人喺香港呢度做我自己想做嘅嘢。我覺得佢哋溫柔地喺後邊默默支持我，由佢哋開始知道我會做啲咩，去到唔知道我做咩，同埋而家就唔理啦。總之你開心、健康、安全就 OK。多謝你哋，多謝你哋會無私接住我，多謝。多謝西九，多謝話劇團，多謝阿傑，多謝 Leon 邀請我哋兩個成為你哋一部分。多謝大狀王台前幕後，尤其由
預演到而家嘅每一個人，包括我同班同學郭靜雯同文瑞卿，因為我講一句，佢哋兩個就會衝出嚟話，佢就會跟住嚟做。多謝0308嘅同學，多謝好多人，多謝我覺得第一個要多謝嘅係伍宇烈。Yuri 係第一個 recommend 我去做話劇團《太平山之役》嘅編舞。嗰陣時係2015年，到而家，係佢帶我好多，係佢 recommend 我俾我好多唔同嘅導演，所以我要多謝好多唔同嘅導演，包括有3個導演係喺我生命之中係非常之緊要嘅。第一個係李鎮洲，第二個係陳淑儀，第三個係林奕華。佢哋3個都俾咗好多好多我。去到我今日先行到今日一步，唔講咁多啦，我仲要多謝邊個？係我要多謝屋企人，我多謝我阿姨、我舅父，多謝Thank you for my husband and his family. I don't think I can live without you. 呢10年即係起起落落，即係得佢一個同薇薇撐住。同埋多謝薇薇，佢係 in represent， 你無可代替嘅，因為經歷太多，我哋兩個。最後尾，我想多謝我爸爸媽媽。我曾經諗住細個嘅時候，好想我係好想去 proud of 我，但係我想講，我好 proud of 我爸爸媽媽，因為佢係令到我有一雙好嘅眼睛，令到我有好嘅 aesthetic， 令到我識得點樣待人處事。所有一切都係我爸爸媽媽俾我嘅。多謝，恭喜晒兩位！恭喜晒兩位！